你们怎么在这边？啊，我们要帮忙啊！帮忙？你们哪一组的？我们是毛毛虫队的。然后为什么会过来？谁叫你们过来？是方姐姐说，因为今天很忙。今天很忙，叫你们来啊？对。啊，可是门还没开呢。要等一下。等谁？等那伟志哥哥会过来开。连伟志啊？对。他叫你们几点来？9点多或9点半。9点多啊？现在几点了？现在9点25分了。因为是昨天说他本来很早来，后来他又说不行，他顺其自然的起床，叫我们不要吵他。可是他叫我9点来呢。他每次都把骗的，我跟他说9点以前就要来帮他开门，结果他竟然说不要啦，这样太早，都还没有起床。在等人是不是？对啊，等着开门。等谁？等连伟志开门啊，我才可以去拿那个黄蝶记的布条。所以在等他。对对对。他有没有跟你约几点？没有，但是我们那时候，方毅跟我讲的时候是叫我9点半去拿。9点半去拿，现在几点了？快10点了。然后我们就说你9点要来，我就说你应该10点才到吧，他就说要顺其自然慢慢来，叫我们不要急。可是小朋友他跟小朋友说9点到呢，小朋友在等他了，怎么办？我们也在等他的线啊。伟志哥哥几点来的？他10点多。多。对啊，然后我就说你迟到，他说对不起这样。你几点来？8点半就来了。屁！你几点来？老实说。9点55分。那你几点开始订便当？现在是11点。你来做1小时就要吃饭了。哎，我昨天也有做啊，对不对？哪里？我晚上有下乐色山嘛？你要吃安鸭啦？吃安鸭。昨天晚上不去哪里？我1点多才睡觉。啊，你去哪里？你10点就走了呢？你昨天晚上10点就干什么？看电视啊。屁！真的。我们有人说你去做坏事。做什么坏事？请看 VCR。对啊，他昨天晚上说要拿线给我们，结果去玩狮行顶，看完夜景，哇，鬼耶！昨天还去玩呢。你看，而且他昨天本来跟我说要来开会，然后还说我在离美浓很远的地方没有办法回去开会。我问他是不是在插旗子，他就说不是。没有，旗子都在车上啊。对呀，然后最后好像泡面打给他，还招说他在狮行顶看夜景。跟谁啊？跟一群好像昨天在辅导站的，我不知道。哦，抓包。对。不要再拍我了。摸在戏里啊！可以谁呀？对，我要去叫他们帮我做这个。大家拍拍背吗？对，要拍背。好，我懂。好的，谢谢老师。我要做4个，只要画布就好了，这个都不用。但是我还没有买资料夹，因为我刚刚去买不到这个。林伟志来了。你在忙什么？帮小妹做那个牌子。什么的牌子？水资源会议的名牌。不是，我们要去开门了。大家好，我们是基地组姐妹花。呀，耶，漂亮，优秀。曹伟呢？这样可以吗？好。你看看，好了，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我要男朋友。好了，不要再拍了，其实还蛮害羞的。你话好多。网友，我问你啊。干嘛？有一个人今天早上睡到10点才来。是谁？然后11点说要订便当。电话响了，是11点说要订便当，然后12点说要吃饭。12点说要吃饭是谁？这样协会的伙食费够吗？够。他才做1个小时就要吃饭了。不，他下午还要支撑。是
是不是啊？连这都要拍？吃饭吗？看到想吃的哟，便当来了才出现了。哎呦，听见没？今年呀，黄蝶季的时节好有，东都后山的，一都后山的，像我们黄蝶之区一样，来做义工，也可以出海呢，我们黄蝶季是全台湾哈，为什么可以独领风骚的原因之一啊？贵尤其那个年轻的志工，南至香港的米农不是说那样，还有了就来自大武山下，东港西流域的，比如讲啊，那个小妹，你看，她呢来自大武山的，你爆料各种事情了？爆料各种事情。你在干嘛？我在拍你，骗人！你刚才是在拍小妹妹啊？设备背当然要拍小妹妹啊。哎呀，剪刀哦，我的手哦。我小看到希望你拍中的时间有按到后山的志工啊，所以俺引以为自豪的一点。因为要换麦克风电池，这个也是那个机动组要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2次休息时间，那会有餐点准备，那你要就把餐点做一个准备这样。然后再来课程记录，我们已经有找到3个。那他们主要做的事情就他们讲什么你就写什么。对题在工作中又可以得到成长。虽然我做有一个辛苦，不过呢又得到成长。来说一下。在这儿。现在就是因为整个展览是他来策划的，哇！那我们想要听听说，那他这个展览它的概念是什么？从开始的那个集水区就是黄蝶醉谷，然后到因为黄蝶醉谷很久以前有说要盖水库啊，所以衍生出水库这个议题。那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些壮丁哥哥，他们都是这1个礼拜都在这边布置这个展场。好，这一次这个展览呢是有关水环境的保护回顾展哈。到我们投入地方了，看到，哇塞，哎，好漂亮，那里，这可以游泳吗？是游泳路线嘞。哇，那有没有？后退3步，后退3步，才不会全部飞走。不要再往前，后退一下，后退一下。我喺黄石奇美高中2年级升3年级，去年的嘛，有個解說員嘅培訓啊，嗰個方嘅叫新山有個啊每個人啊，佢有發嘅調查表，嗰個人都朋友咩，嗰都想講啊，暑假冇乜事好做啊，佢都來參加嘅啊，但係唔會查都查評價。这次还要擦吧？擦那边吧。看呢，给准备英文老师就是橘子老师们，他以弄会推荐俺的附近俺的罗阿会参加。ลูกค้าnhìn對người參加được phát trong有乜嘅？我弄真蠻支持呢。真蠻支持。係啊，俺妹妹嘛有參加呢。嘉玲跟一平在这边，哈，再从这边上来发给那个这边的这边，就是台上的所有嘉玲这边，一平那边，三姐妹。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我们爱香新进的员工爱香三姐妹，掌声欢迎。首先介绍第一位的是，哦，我叫齐轩，我叫齐轩。主力呢？主力来，主力，主力，来，快！你叫什么？拍一下手啊，快点！我叫肥肥。肥肥要比啊，对啊，以上就是我们，不错哦，爱香，手很酸，蚊子死好多只，三姐妹啊，三姐妹，你们这个时候都是发给那一排那个假仙欧阿边大哥那一排的那个观众，要拿花给他嘛。黄蝶翠谷生态公约，我深爱黄蝶翠谷美丽的环境和动植物。大致上还算不错，只是有一点就是太热了。我听到虫鸣鸟叫，我感觉到风吹过树梢。刚刚文小金 O 不 OK？OK， 他比我 OK。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这种感觉。我愿意。等一下，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2支麦克风嘛，所以你们一人1支哦。然后，所以我愿意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分工？前面是一人念一段，是不是？这前3是我。然后我愿意，是不是你们就一起念？比如说我愿意，一起念我愿意。我的工作就是祭台上啊，然后念那个生态公约，然后还有就是帮忙一下祭台上要做的事情。问题是很热。对，很热。会不会晒昏头忘词？不会，演得很短啊，就没几句啦，而且有多显很厉害。我愿意总共讲4次嘛。好，那现在没有不用，就我愿意你说什么？然后我愿意为你，因为我们之前练亮情花，我愿意。我们照我们原本。你们要搭台子搭棚子了吗？等下经他的铁等人来关的啊。等关了。最重要的点，总共有34个。其实不用对，因为它间隔我们有先算好。来了，上工了。后面躺着，后面躺着人呢。说你为什么躺在黄蝶旗上面？刚才我可疯好了，小翔终于可以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我们就可以准备。上工了！不是这样子吗？那先下去。不是这样，那赶快要怎样？快点！有压力，闭快！建议吗？下次应该要2边都夹起来，稻草，对啊，不然都会吹走。
可能你那个不同，真的很不好的道歉，那个真的道歉。然后。你们现在没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休息区。那我们坐在那里的，我就知道是没事。那就下一个就是你们去年有吗？现在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毛毛虫骑队及广林社区发展协会率领我们的这次第12届美浓黄蝶季的主祭团，即将进入我们的会场。第一个演出的在美浓演出的场地就在那个我们叫它那边叫森林剧场哈。如果那边没有做施工的话，其实照理讲我们可能会在那里演出哈。那是因为这次的那个整个要搭那个平台的部分哈，因为那个设施啊，就是挖下去的地方有挖到树根哈，那本来要灌那个水泥浆，那可能这样对树木是这是对树木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哈。我想是大家都希望树能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有很安全的设施哈。但是我想但最基本还是应该把树能够保留下来哈。因为我们有那个联署的活动，我想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也是希望我们的树一直都陪伴着我们的生活哈。那待会如果可以参加我们的联署活动，好不好？好，请大家踊跃参加。请帮忙联署签名，停止伤害我们的母树林，谢谢你们热心。签名拿留下是这样的。来签名联署，停止伤害我们的母树林。OK， 好，继续唱歌。炫一下嘛，声响，大主演。好，谢谢。你会不会拍太多啦？会吗？会很多吗？我跟你讲，我太爱了。我刚刚还有大头照，你知道独拍呢，这样回去才能够放在旁边，每天看觉得瞻仰。没错，知道吗？我很少当粉丝哎，我要当一下粉丝哎。你好笨哦。对啊。很高兴哈。你要问我昨天我在湖美业做，直接讲啦。在那边做了，我在那边当工作人员，当了那个什么举时间牌子的人，还去当了道处的人员，还去整理了我们的餐饮区，还有一些很杂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搬了很重的桌子，就调在这里。报上会耶！
天马。